你呢份方案邊個做噶？西西姐，这个方案是丽丽做的。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这个方案很重要。呢份方案係你做嘅？是我。公司咧就唔養咧冇用嘅人嘅。師姐，你講得啱啊！佢呢種人全靠霞姐帶，又懶又蠢嘅，呢種人應該就一早趕咗佢啦。我都未講呢份方案做得好唔好，份方案咧就係 Lily 做嘅，但係個署名咧就點解係你嘅？遇到問題你唔係第一時間去解決問題，你係諗住點樣去自己去甩拖。仲有你啊，喺公司度啊，淨係識得喺度隔岸觀火，落井下石，陰陽怪氣咁樣喺度拉幫結派。公司咧係唔需要你呢種咁冇責任心嘅人嘅。Lily， 你個方案咧就做得好好，以後呢個組長咧就係你嘅啦。屏幕前嘅朋友，你哋覺得我咁樣做啱唔啱？